新竹市食好水公道案进程通过啊！伫咧隔壁的新竹县调议员今仔日带乡亲去到县政府，要求新竹县嘛应该爱有废污水处理条例措施。另外，伫当镇的总机社也出来指控讲，因在地有一寡违法的总机社会甲垃圾水排入去头前溪，去互民众检举上百届，说概念罚4届尔。在县政府头前扣抗议布条，议员表示，新竹县头前溪甲凤山溪三不五时就会传出工厂排废水的污染事件，还有得当违法殡葬业者的问题，恐惊会造成疫情的破空。现在新竹县疫情再起，所有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违法殡葬的一个状况，如果我们是没有办法合理的去掌控的话，对我们的影响不仅是水源的问题，也是疫情的问题。来到得当殡仪馆，为合法经营的业者已经向镇公所打出停止营运的公告。业者讲，其他违法的业者因为抢生意，造成合法的人经营袂落去，而且民众检举违法，却无看到政府有动作。6家非法殡葬业者常年做无本生意，任意涨价，鱼肉乡民，导致新竹县民家中往生亲人的大体，毫无身后尊严。水质的部分呢，自来水公司也都多次的去做监测，那水质也都是合格的。至于6家这个非法业者他们违法经营殡葬设施的部分呢，那本府从104年、109年到110年，前后裁罚了4次，裁罚金额高达将近500万元。县政府表示，会继续辅导殡葬业者合法化，限期3年改善，而且第二都会办理稽核。若是确认有违规的代志，会继续裁罚，绝对袂放目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